1981年到2000年出世的千禧世代，有袂少人嘛已经成做爸母咯。亲子天下发布一份调查，指出讲，这个世代的爸母甲过去因爸母教育的方式已经有真大的无共款咯。因是搁愈较重视囡仔的教育。 要安怎教育囡仔，是每一个父母共同的烦恼。亲子天下针对为1981到2000年出世，即马已经成做父母的人做一份调查。调查发现讲，有超过80%的人要用因父母教育因的方式来教家己的囡仔。作家叶用的指出，虽然伊认为因父母是伊迄个年代想法相对是较开明的，毋过即马成做母亲的伊，教育囡仔的时，伊会互囡仔有更较侪的选择，互因有家己的想法。 伊若是想要穿啥物衫，这款的代志，我感觉伊是会使家己去决定的那种感觉。我会觉得不要所有事情都是由老爸老母去决定，简单的物件，伊家己有家己的想法，就互伊家己去决定安尼。新世代的父母是教育改变的第一代，所以更较重视囡仔的教育。不管是108课纲，或者是12年国教，根据调查，有50%的家长会考虑互囡仔读实验小学或者是自学。 那这个也跟国外对于中产阶级教养小孩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呼应，他们会采取一种比较精心培养的方式，在 resume 上铺出一条很好的路。每一个世代拢有无同的教育方式，亲子天下也推广，父母会使用更较侪的时间，和囡仔做伙画图、做伙耍，甚至分享日常的大小事，陪伴囡仔一生干那一摆大汉的时间。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